到第3日天光早，伫山顶有雷弹、四呐甲目群，扫角的声真大，营内的马士拢摇摇喘。摩西带马士出营盘迎接上帝，因拢徛伫山骹。风西乃山拢是火焰，因为耶和华伫火中降临伫山顶。山的火焰称悬，亲像火油的烟，变山大震动。扫角的声哪陈哪大，摩西讲话，上帝出声应伊。耶和华降临伫西乃山，伫山尾溜。耶和华调摩西就山尾溜，摩西就去。讲道，请陈美玲牧师，题目是将家己分别为圣。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新的年度第一个礼拜，咱应该有一寡较特别的经文，看会当激励咱做出新年新希望，也袂。但是我拢是用固定的进度伫讲道，所以轮到这段经文，我就一直是想讲，到底上帝要透过这段经文，伫这个时机要来咱讲甚物？其实这个时机对大部分的人来讲，拢毋是好的时机，因为对去年疫情开始到呾，咱佫看见佫有变种的病毒，到世界真侪国家还伫封城锁国，所以咱看到人类充满惊吓，好亲像咱已经毋敢有啥物大的愿望也是计划啊。咱所会当做的就是安怎，小小的期待，就是讲我好好啊活，我健康活着，安尼就好啊。但是这检是上帝伫即个时机互咱的呼召咧，咱只要活着就好啊吗？伫去年疫情一开始的时，有一寡学者因开始伫探讨，到底基督徒爱安怎来看即个疫情？有几个人是引用路德马丁伊伫1527年，迄当时有一寡人受到黑死病的影响，所以即个路德马丁伊写一张批互遮个人。伫伊个批内面有提到讲，迄当时真恶劣的真经济。就是讲，有人想要逃离即场死亡的瘟疫，这甲咱即时的情景是共款。有人想要逃离此场死亡的瘟疫，所以可见迄当时的人的心是非常惊吓。所以路德写即张批，甲因建议讲，任何甲别人有服务关系的人，拢爱遵守职业道德，袂当离开伊的岗位。伊认为留落来，毋是因为义务，是因为稳定。伊嘛认为讲，即个瘟疫是上帝咧考验咱的信心甲疼心的工具，要互咱会当重新来澄清咱家己对上帝意念、对人的关怀。因伫平素，咱会当讲出咱对上帝有信心，咱对人有疼痛。但是当苦难来的时咧，咱敢会佫讲出嘴咧？所以对当时的即个路德来讲，牧师甲政府的官员是袂当逃离迄个苦难，因为牧师是互上帝交代去照顾忧伤的灵魂，因爱伫地面为着苦难的人带来属灵的安慰，甲行即个圣礼典。啊，政府的官员是爱留落来维持迄个公众的秩序。所以伫瘟疫创行的时，即个路德伊望讲，咱爱相信咱伫上帝，咱伫耶稣基督，咱伫圣神的手中。咱爱愿伊的旨意得成，所以就伫咱坚心信靠伊的时，魔鬼就互拍倒。所以路德用安尼批鼓励当时的人，我想嘛鼓励着咱当时咱现在伫即个真不安定的即个时代的人，咱爱有勇气，咱爱有信心，咱爱坚定用耶稣基督的心来做心，宣告耶稣基督就伫现在，就伫即时，甲咱同在。所以兄弟姊妹，伫即个时代，咱毋是活着，咱毋是有一口气一个月，咱爱活出上帝创造咱的迄个心意甲计划。有的人可能会讲，牧师啊，你高谈阔论，你在空谈。但是上帝创造咱原本就毋是互咱靠一口气咧活，安尼就好啊。当然，咱有灵魂是上帝用即个土来分一口气，互咱有活命。但是上帝，咱看见对规本的圣经，对旧约，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对因安怎讲？毋是讲恁有我一口气活着就好啊！上帝安怎讲？恁着生炭真多，充满伫地上，来较赢伊，也着治理海里的鱼，
天地的鸟，甲地上一切所振动的画面，咱看见上帝交托互人，咱有一个任务，就是管理上帝创造的一切。另外，伫新约，咱看见伫约翰福音第1章12节到13节讲，既若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伊就赏赐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因毋是对血气，也毋是对肉体的意思，也毋是对人的意思生的，就是对上帝。所以对遮咱会当知影讲，因为耶稣基督，咱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囝儿。所以兄弟姊妹，咱毋是活地一口气活过生活就好啊，咱是啥？上帝交代互咱有任务，上帝互咱有一个新的使命，一个新的一个身份。所以千万咱爱去看见咱伫上帝眼中迄个极其宝贝的一个充满使命的一个身份。但是真可惜，真侪人无看见，咱只有看见啥？就是咱敢若用即个世间的价值观对咱的即个评价。即个世间看你是好的，是宝贝，你就感觉家己真够额。但是世间若看你讲你无钱，你佫无地位，咱就安尼嘛是安尼来看待家己。所以真可惜，咱现代真侪人因活了物质真丰富，啥物拢有，但是较无任何的意义感。因找无家己活的意义到底伫倒位？佫转来讲，今仔日即段经文甲咱有啥物关系呢？即段经文是记载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了后第3个月，因行到即个西奈的旷野，摩西上山去领10条诫。所以关系，咱先来讲即个地点的问题。关系西奈山的旷野到底是伫倒位？其实即摆已经找无到底伫倒位啊。有一种讲法是讲西奈山佮何烈山是2粒无共款的山。另外一种讲法是西奈山嘛叫做何烈山。咱伫圣经内面出埃及内面，咱定定看到这2个所在：西奈山、何烈山。所以有一种的讲法是讲，即个西奈山是一条的山脉，但是即个西奈山是其中的一个山头。但是我想，无论是倒一种的讲法，我想咱若是看第2种的讲法，就特别有意思。第2种的讲法就是讲，摩西嘛是对即粒山来出道的。咱敢会记哩？伫出埃及第3章有讲到讲，摩西伊牧羊就是伫即粒山。当时上帝呼召伊，甲伊讲：我实在要甲你伫地，你带百姓出埃及了后，你毋要伫即个山服侍上帝，这要诚做我找你的证据。咱看见摩西，伊伫伊40岁时，伊离开埃及，伊伫即个西奈山，也是何烈山牧羊40年的时间。伫伊即个所在，伊甲上帝第一届相拄，即第一届相拄影响改变伊的一生。原本伊是一个杀人犯，匿伫旷野伫遐牧羊，但是当伊拄着上帝，伊开始变成安怎？是一个领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一个领袖。所以即当时，伊佫来到即个山的山骹，伊渴望讲，我会当紧上山去甲上帝报告，讲上帝，你互我的使命完成啊！因为当时上帝互伊的使命是啥？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并且带因到即粒山，准备带因来敬拜、来过节。伊想讲，上帝啊，我的使命完成，我来甲你报告。无想到，这确实伊另外一个使命的开始。这个使命是啥？就是上帝要爱伊，带以色列人甲上帝来立约。咱来回想，过去上帝是安怎遮以色列人介绍因家己？上帝甲因讲：我是你的祖公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但是今仔日，当因来到这粒山，上帝甲伊讲：我对埃及人所行的事，恁拢看见，佮看见我怎样亲像鹰鸟会识陪恁，带恁来归伫我。当恁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伫列国中，恁毋要做我家己的宝贝，因为全地拢是我的，恁毋要归伫我，做祭司的国，做圣洁的百姓。过去上帝甲因的做立约，现在上帝要甲即群人立约。因无阁是上帝的孙仔，上帝看因是宝贝，是伊圣洁的子民。
所以兄弟姊妹，伫即段经文有讲着讲，我要亲像怎样亲像鹰鸟的食杯领。即句话是咧形容啥物？咱若来看《申命记》32章遮有一节的经文讲，伊拄着伊伫芳的地，伫荒废野兽吼的旷野，伊为伫伊的四周围看顾伊、保护伊，亲像目睭人，佮亲像鹰鸟拉伊的手，伫鹰鸟的即个顶面来飞伊的翅，掀开伊的翅骨来升伊，纸伊伫伊的翅骨。即段话到底是咧讲啥？即个鸟仔囝出世了后，拢一直伫即个树内面，互即个伊的爸母来保护。但是当伊大汉，就爱开始教伊安怎飞。所以即个鹰鸟爸爸妈妈会安怎教伊的囡仔咧？就是伊会用伊的翅拉伊的手，强迫即个囡仔紧飞出去。但是即个鸟仔囝毋捌飞过，起起落落非常危险。但是就伫伊伫要落落去的时，即个鹰鸟的爸母就会天色飞去，将伊的囡仔来接起来，然后佫飞一阵，佫放开，就安尼重复的训练，直到即个鸟仔囝会晓家己飞。兄弟姊妹，这就是立约的基础。咱敢愿意互上帝训练、改变，然后成做上帝的百姓咧？我想离开一个真舒适的巢穴，即个鸟仔大的所在，真舒适、足温暖的，这无人要爱嘛？就亲像以色列人原本伫埃及，因做奴才，虽然因无自由，但是因定定安怎？因定定感觉讲，哎呀，我至少伫埃及有肉食，有水啉，我毋免行遐尼济路。所以伫规个行出埃及的路上，因定定上帝摩西来埋怨，为什么你要带阮出埃及咧？但是上帝考验因，检会信靠伊，为着要坚定因的信心，至悬的上帝降低家己的地位，来甲遮个人立约，互因伫操练听话的过程，会当来经验到伊的信息。兄弟姊妹，这段经文也互新约彼得前书的作者来引用，所以甲咱非常有关系。这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讲：独恁是竞选的族，是王，也是祭司，是圣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互恁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日益美妙的光下的好德。以色列人甲咱拢是互上帝竞选的。竞选的意思，毋是讲咱家己做啥物，是上帝主动的恩典。伫遮嘛讲到，咱互竞选，毋是享受特权，是为着要互其他的人得到帮赞。经文有讲，遮互竞选的人是王，是祭司，是圣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即个意思就是讲，互上帝竞选的人，拢是祭司。祭司是啥物？就是咱甲上帝的中间，当有人还未认捌上帝时，咱是伊甲上帝中间的迄座桥梁，咱会当帮助别人，透过耶稣基督来认捌上帝。是圣的邦国，是上帝的百姓是啥物意思？就是讲咱是分别出来。即个分别毋是看袂起别人，自命清高。即个分别是咱爱甲其他的团体有无共款的表现。所以兄弟姊妹，甲上帝立约，敢毋是真简单的代志咧？真侪人感觉讲，我只要洗礼，也是亲像咱今仔日有遮个团契，也是各事工作，或者同工的就任立约啊，简单啊，我著伫台前讲好，我愿意，安尼就好啊。敢毋是安尼咧？安尼敢有够额咧？所以咱看见真侪人，伊洗礼了后，伊对伊家己信仰的态度是安怎？啊，我已经互上帝敬啊，我嘛毋免去教会啊，我圣经嘛毋免读啊，我只要逐摆我若咧统计讲人问我迄个身份的时，只统计讲我是啥物宗教信仰的时，我交一个基督教安尼就好啊。但是毋是安尼呢？当咱甲上帝立约，咱是祭司。是圣的国度，
这是表示啥？上帝对伊所拣选的人是有期待的。伊毋若要互咱祝福，伊嘛互咱任务。即个任务就是上帝互亚伯拉罕的祝福。上帝对亚伯拉罕安怎讲？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所以咱要扮演好即个祭司的角色，伫适当的时带人来认捌耶稣。咱嘛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互人看出咱有信心伫过一个倚靠主的生活，并且嘛，互咱因为安尼，互人会当因为安尼来产生想要认捌你所认捌的上帝的迄种的渴慕。搁来，咱看见当因伫入狱的进前，上帝安怎交代因？第10到15节就是遮个规定。摩西讲一堆，有诶是讲百姓家己你爱本身爱备办好势，你爱洗衫，袂当亲近妇人人。有诶是规定爱拉一条封锁线，所有诶人拢爱徛伫即个线诶以外，袂当就近即粒线。咱若看第10到15节，咱会感觉真奇怪，甚至咱会感觉真无意义。对伫咱现在人啊讲，咱要来就近上帝，我想咱可能袂讲每一个人早起拢先洗身躯，才来就近上帝吧。咱就近上帝，咱嘛毋免拉一条封锁线，讲你袂当近我来，吼，这是上帝圣的所在。对咱现代人讲，咱无即种的理解，所以咱看这经文，咱感觉无啥物意义。但是洗身躯、洗衫，也是袂当有性的关系。这拢是伫了后以色列人因有圣殿敬拜时，因爱遵守的规矩。另外，定这个界限嘛影响后来圣殿的敬拜。就是咱知影圣殿内面上内层有一个至圣所，这是所有人拢袂当入去的，只有祭司、大祭司一年才会当入去一届。所以虽然咱遮看起来，咱读起来敢是繁文缛节，但是对遮咱会当看见啥态度甲谨慎，互咱会当看到因的态度甲谨慎，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是威严的，所以有做人就近上帝进前，爱做好准备。但是真可惜，现代基督徒甲了后的犹太人同款，是哪来哪轻看敬拜上帝的即回事。我讲的毋是外表的清采，上帝不在意咱穿什么来敬拜伊，因为上帝看的是咱的内心。但是咱坐伫遮，咱内心是伫想啥咧？即路顶马丁有讲，你的心所挖苦甲倾诉的迄个对象，就是你的上帝。咱的心思意念定定伫无知觉的中间，就互即个世界掠去。条件上帝即项代志变做是一个知识的吸收，咱毋茫听见一场有水准的讲道，嘛变成是一个无意识的行动。咱咧拜时徛起来，坐落去，徛起来，坐落去，放奉献。这咱拢有在做，但是咱离上帝哪来哪远？条件上帝无法度互咱得到快乐，这敢是咱即时咱信仰的状态咧？安尼是要安怎咧？有的人会讲，安尼改变礼拜仪式好啊，互伊较符合现代人的需求。但是毋是，敬拜毋是为着咱，上帝才是咱敬拜的主角。咱袂当靠改变礼拜仪式来满足家己的兴趣，因为敬拜毋是伫讲我，毋是伫讲咱，敬拜是伫讲你。伫敬拜的内面，咱毋若是向上帝献上咱的敬虔、咱的敬拜，咱是要甲上帝相拄。互上帝重新来塑造咱，但是咱坐伫遮做礼拜，已经是几啊十年、几啊年的代志。咱拢知影敬拜上帝爱安怎爱安怎，毋过咱的心就互即个脱线的即个生活牵得行。咱真贫惰，咱记忆嘛无好，是要安怎咧？佫踢互你佫较侪知识吗？毋是。知识敢若会互咱头壳哪来哪大粒，
咱需要是啥？重建咱的习惯，用安尼来训练家己。举一个例来讲，你伫某一工突然间发现着讲，你家己食了毋是真健康，你拢咧食垃圾食物。所以有一工你看一寡的册，看一寡的新闻，你感觉讲我要改变啊。然后你搁去看搁较侪的资料，搁读搁较侪健康的册，你的内心感觉讲，这物件讲了真正确。但是，当你行入去迄个 Costco 素食店，虽然你头壳相信这健康的册所讲的，但是遮嘛无法度阻止你想要食大麦克、想要食热狗这物件的事实。当你决意你想要改变你的啉食的习惯，咱可能就需要有人来帮助咱，来提醒咱。拄开始咱一定袂习惯，但是你若决心你为着你的健康，你要降血脂，你要安怎？你一定你就会当克服这个困难。所以教会就是上帝邀请咱调整、重建、训练的一个场所。伫教会敬拜就亲像是一个宴席，上帝要互咱得到即个新的胃口。即个新的胃口是啥？会当去渴慕上帝，并且去渴慕上帝所渴慕。然后咱受差派，转去咱每一个人的场所，按照即个新的属灵胃口来生活、来行事。另外，伫教会敬拜，嘛亲像属灵的重训。邀请咱按照规律的即个时间礼仪来训练咱心灵的肌肉。这嘛符合加利文甲一寡学者所认为的，教会就亲像是一个训练场，也是一间学校，就是要陪伴咱，并且去实践迄个注重实践的一个团体。咱伫遮所读的是啥呢？是关系上帝圣化甲转化的一个教育课程。关系敬拜礼仪要安怎帮助咱训练咱？伫后周的讲道会搁较详细来说明。但是即礼拜，请咱转去先做一个功课。大先，咱先看清楚咱家己心思意念的问题，咱肯互上帝改变也无？咱先来看清楚咱的心思意念的问题。你的心敢有真正来向上帝咧？若无要紧，咱照着伫教会安尼训练重建，互咱的心重新调整，向一个正确的方向。互咱的心亲像即个指南针，自动向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定准。然后咱靠着稳定的训练，互咱会当渐渐来调整过来。第三，咱来看见为什么摩西爱将这规矩甲这以色列百姓讲咧？因为上帝极其威严，百姓嘛若无定睛是会死的。就亲像咱做爸母的、做阿公阿嬷的，一定会甲你的囡仔孙仔讲，即个你烧物件，即个煮物件，即个火你袂当去动哦，你袂当去摸哦，你摸着会着伤哦。咱拢会甲囡仔也是孙仔警告。同款，百姓若无知，因若无互警告，若无准备，恐惊因为即个性格的上帝，因马上就记载袂牢。但是咱看伫人类的历史内面，无人看见上帝，安尼咱要安怎知影上帝临在咧？伫即段经文有甲咱描写，当上帝临在伫西奈山的时，伫山顶有雷电、四呐甲密云，佮扫角的声真大，营内的百姓拢摇摇喘。通西奈山拢是火焰，因为上主伫火中降临伫山顶，山的火焰称悬，亲像灰烧来烧灰的即个烟，遍山大震动。哇，兄弟姊妹，咱若拄着地动，咱就安怎已经惊到要死啊！但是咱看见，伫即段经文甲咱描写上帝临在的情形是安怎？死呐，云，规粒敢若火山共款，伫要爆发共款。所以每一届圣经描写以色列人，
当因知影讲上帝咧要临在因中间的时，因安怎？因是惊到趴伫涂骹，连额头嘛毋捌额。但是伫第19节有提到讲，当摩西甲遮百姓还伫山骹，上帝就甲伊对话。所以19节有讲，摩西讲话，上帝出声应伊，这看袂出有啥物特别的。但是伫现代中文译本是翻做摩西讲话，上帝用雷电的声音来回答伊。所以这就是甲咱讲，摩西甲百姓边边是徛伫山骹，但是百姓听的敢若雷在电的声尔，但是摩西较会当甲上帝对话。这表示摩西有特别对上帝来的启示，所以当听有上帝伫讲啥。所以对遮咱嘛会当看到，摩西是上帝真特别的一个奴仆。上帝赏赐伊智慧，伊原本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上帝赏赐伊智慧，上帝启示伊，互伊会当甲上帝对话。但是这个迎接上帝的这个场合，互咱现代一个基督徒一个提醒，就是咱千万毋通袂记哩，上帝是威严的上帝。你讲当然我知影，但是有当时啊，咱是迄个柿子挑软的吃。因为咱较爱圣囝耶稣的形象，耶稣是疼，耶稣是赦免人的罪，耶稣是抱羊仔囝迄个牧者，所以咱真容易将圣囝耶稣的形象完全取代圣父上帝。这无毋对，但是千万毋好袂记得圣父上帝的威严。伫创世纪，咱看见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并且伊是用讲的就有。上帝主动竞选，上帝实行拯救的计划，上帝对罪恶无容忍，伊一定会处罚。但是咱看见上帝嘛有怜悯，面对人的认罪悔改了后，伊拢有赦免。既然咱伫遮讲到圣父上帝、圣囝耶稣，咱嘛伫遮来提起圣神上帝。因为圣神，我想咱对圣神拢毋是有真大的认捌。咱拢想讲圣神是一个气，也是一个影，但是毋是哦，伊是三位一体上帝内面的一位。这个圣神上帝是耶稣伫上天了后，圣神伫住伫咱的中间，甲咱直到耶稣过来。所以咱要对这个三位一体上帝要有一个基础认捌。当咱认捌到圣神上帝的地位，伊的威严。咱就会当知影讲，为虾米每一届以色列人讲到上帝的时，连名拢毋敢讲，因为上帝伫因的心中就是迄个尊贵、掌权、有气力的。但是咱若是用耶稣的形象来取代，咱敢若看见上帝慈爱迄面，咱超过于忽略上帝公义的迄面，咱就真容易失去迄个敬畏，咱就用懒散的态度来看待咱的信仰。但是现代的人真讨厌权威，咱每一届听到讲你要管我啥吼，我就足生气的。咱足讨厌权威这种形象，所以咱对伫敬畏这两个字，有当时啊，咱会感觉讲，哎呀，敢若失去自我。但是敬畏会互咱产生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上帝，甚至你知影你所面对的是，当你知影讲你面对的是威严的上帝的时，你敢会搁伫遐度孤、滑手机，甚至伫遐玩电动咧？所以，毋茫讲，咱新的一年，咱会当互咱家己伫信仰顶面会当有一寡期待。每一个人的信仰的迄个程度拢是无共款的。咱看见有的人一信主，伊就非常的深；有的人是慢慢进步，这拢真好。上惊就是停留伫原地。毋愿意进前的人，所以咱的教会伫新的一年，咱嘛有真济或者信仰造就，也是宣告行动或者事工。毋茫讲，咱会当来看这周报，也是事工做或者介绍，也是咱伫2月7号，咱会召开会员好会，迄当时会对今年的事工有一个介绍。毋讲，咱兄弟姊妹真正会当来参与。靠这个事工，靠这个课程来造就家己，互家己会当哪来哪进步。咱做伙来祈祷。